我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要会记得偌济。车行到伊就阿妹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搞啊过年啊？哪有？好牛逼，好牛逼，我不来去。麻婆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八宝酥、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烧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面烧鸡肚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这篇就是我所有的第一篇小说里面上届用我私底下上沉底的心情写出来的故事。为什么安尼讲？你若看这个故事，你就知影是安尼特别是你若有读上尾节，你家己读几遍你就知影讲写这篇全部的感情是啥物款啦。现代人时间宝贵，逐项赶紧，结婚紧，离婚也紧。美国电影明星歌星，听讲有较紧的4个月就解决。今年我甲阮外美牵手40冬，比较起来，会使讲是一种不止无简单的成就。咱社会鼓励，号一个好名叫做保照婚，大概是加减爱送女美保照的意思。拄好3月，台湾选总统，两个老的手牵的转来去。台湾选总统神山庆祝牵手成功40年。总是在我看，咱人生规个复杂的水梦，其实是千千万万空拄枪的大细事。机会相逢，拍甲相接，毋是一角一角头到尾照咱的暗算编起来。咱讲的，人咧做，天咧瞧，这才是人生实在的哲学道理。凡若成功失败大细事，拢毋通伤过占功劳。本列车即将抵达台中站，下车时请记得您的随身行李。投票前2天，为台北坐高铁落南。本列车准备到台中站，落车的时阵，请会记得你的行李，嘛爱请你注意月台边的坎卡。这紧就到台中啊！这高铁确实有紧，较早坐自强的上紧嘛，要2点钟才会到。时代有影无共啊！安尼你继续坐，我先落车。阮看的医护节设伫台中，伫遐投票。台中先落车，我爱转去原籍台南，台中无落车。祝你选举成功！拜拜。总是在我看，咱人生规个复杂的水梦，其实是千千万万空拄枪的大细事。机会相逢，拍甲相接，
毋是一格一格头到尾，照咱的按算编起来。空拄枪，嘛有讲空啊拄着枪啊，空啊是一个人的名，枪啊嘛是一个人的名。啊，即个空啊甲枪啊两个差不多有边，啊，所以讲空拄枪啊，草拄砍，拄啊好，马嘛马。我囡仔时代留啊会得过，无一定留会得过。查某人真爱挂金啊，挂手指啦。啊，即摆人较无爱。啊，我无听到因咧讲，哦，你即骹入米的呢？你即骹入米的，啊，我拢遮拢缀起来，吼，啊，缀起来较大汉的时，读日记才知影，哦，入米就是日记来的，吼，啊，入米，啊，入米就是咱咧讲的红宝酒。较早迄个手指中会入一个啊宝酒，可大细粒。家己一个车顶无二猫，休困懵拄久。拄要眠去，脚正后一个查某人的声。Angela, here. 12A and B. 冥冥中间，这声太会足熟悉，敢会是我咧做梦？惊一条，爱困先赶走，注意甲听。阿嬷 ，Where are we going? We are going to 台南 Why? to vote. Why? 到遮来，毋是咧做梦，真正是伊。心肝啊，高铁的火车链，轻空直直走，直直撞。为椅仔位爬起来，向车尾行，到车门挖头过来看，伊甲 Angela 坐一抓，头刺刺，面无啊惹咧。迄肥润的身影甲冷暖的声，做一个为我深刻记忆晓出来，同款无变。Angela, look. 一打头起来，雄喙哈哈，声无去。即望呢，高铁的火车着定生发，拢总停去。足久，喊一声：“阿弟啊，你！”我惊我去 ，Angela 紧张扭伊的手腕。阿嬷 Angela, say hello to Uncle Dan. 我伫因对面坐落来。你也转来。伊住美国加州，我住伫加拿大托兰托，离开过了千里，40外冬毋捌见面。即马第一回伫台湾高铁的火车顶悬相遇，亲像两尾细只鸭伫黑暗的半天乱飞相碰，遮尔稀罕拄好。佫是朝工相约，嘛无一定拄会着。敢是两人同时接到同一个心灵的密码暗号，通知伫即个所在、即个时间见面。你会转来选举呢？伊点头。你嘛是哦。我点头。家己一个。阮肯定伫台中落车，伊伫台中投票了。Angela 对我无啥信心，阿伫阿嬷身边，甲我遛一个，看起来4、5岁，长头毛绑一条红泥网，目睭面型足像因阿嬷。这你的孙？头一摆带转来台湾，要青婚啦。你拢无变。我心内安尼讲。迄幼影活跳的目神，为伊做人阿嬷的红仔头，反射来我做人阿公的目睭内，原在认会出来。我心神想要伸手甲伊扫，变魔术，互伊花花的头毛做一个乌闪闪，摇起的面皮金润润，甲心内底的故乡共款。你要住伫 Orange County 吼？哈。伫阮 Christine 遐啦，加州好大吼。伊点头。有定定转来台湾无？伊喊头。选总统才有转来，
啊，你拢住伫托兰托，敢也有伫看病人？我连续点过来头，啊，这拢毋是我要问的，也毋是我想要听的话。我想要问伊：你敢有欢喜？这40几冬，你敢有找到平安、幸福？总是我张图无自信，已经遮久啊，遮济人情世故的变化，我敢也有权利问你这个问题？敢有权利甲你说明我心内放煞袂去的遗憾、思念、自咒？我搁再看你的红仔头，远远那天顶尾的星，有一烟时间的旧雾压咧，暗散找无答案。这故事简单啦，吼，就是讲一个古早的恋爱故事吼，其实是初恋的故事吼。啊，落尾种种的原因拍散去，啊，40冬无个见面，吼。我想来写这个故事，就是讲我咧想讲吼，假使有一日我搁遇到这个查某囡仔，还是讲查某人变做阿嬷吼，有一日我搁遇到伊。我心内的感想会啥物款？就是为安尼，我才会来写这篇故事。就是讲，假设有一日我搁遇到伊，40-50冬了搁遇到伊，会啥物款的感情？这就是这规篇故事安尼啦。偌久啊？43冬啊呢？唉，足紧的吼。阮同齐点头。迄年伫松山机场，伊送我来加拿大，我甲伊讲：你毕业了谁来？伊点头，双手小忽忽。你等我随来。我即马还感觉会出来，迄时伊还伫学校读册，搁3个月才毕业。伊已经咧申请托朗托的病院，要来加拿大。3礼拜后请好，骑脚踏车载因老母，互拖拉库撞着，因老母入院毋知人，精神了，骹手袂振动。医生讲，颔管断去，无法度恢复，一世人变碎。精神了，骹手袂振动。医生讲，颔管断去，无法度恢复，一世人变碎。波摩佛，这波 P 甲 PH 加迄个好，这较麻烦。迄做顿音，顿音会互迄个介音有变化。咱较常听到变碎，也是较常听到半碎。可能我现空听到的，伫家己地区听到的较侪变碎。啊，其实应该是半身不遂啊，所以就应该是半变半还是半碎啊，所以讲变碎，所以这音变啊，毋捌的人会杀无上。这个无缘无故的意外，替阮决定改变一切。阿爹，我决定要留在老母的身躯边照顾伊。因为敢若伊一个老爸早就过身啊。天公早就甲我安排啊，叫我去读护士，通照顾阮老母。这是我的专职。批人安尼写，上尾张最后一句：你莫搁等啊！我无要去加拿大，咱这条路是无尾行。我写过6张批，拢无回。Hello, would you please transfer me to Taiwan? Okay, hold on, please. 迄阵国际电话足歹卡，接来接去，几落摆拢无人接。我知影你已经决心啊。20冬后第一回转来台湾，探听到秀美
过去伫美国加州，因老母车祸了第3冬过身，差不多1冬后才嫁人移民去美国。阮阿姊甲我讲，嫁了无好，家己一个凊彩嫁，也无真足探听。秀美因老母就是伊的小妹。迄个阿明生理人搬去加州经营摩铁路，不时会甲拍，有一站走去美修女院。这我伫加拿大拢毋知。出国以来遗憾，变做袂当安慰的自救，翕甲我袂喘气，袂使我咧替家己辩护，大甲远都会使缀毋知，逐项提示。这个秀美实在甘心啦，牺牲家己照顾因老母足3冬。干成咧替伊不平，刁工讲互我反省。定定嘛在问，阿德还伫 Toronto， 你结婚了嘛还在问。我有写批互伊。又阁是无啥事的借口咧蒙晦。好人歹命，无代无志撞迄个车祸。阿嬷 ，look！ Angela 比车外一角一角、青青绿绿的水田，有的粗粗，有的直直。台湾南部的稻仔已经要半尺悬。How come they don't cut the grass? That's not grass. That's rice. Why? Angela 这个年岁，甲阮爱顿共款，逐项拢是坏。你敢是要去做修女？伊笑笑，是真清楚的苦笑，干成真久毋捌笑啊，笑袂好势。毋是做修女，是去休困啊。伊知影我咧问的意思，佮讲。阿明人毋是歹，歹酒癖，改袂过尔啦。我点头表示了解。为着 Angela， 我才离开修女院。Christine 因翁仔某拢伫食头路。我勇敢直接甲问。我写几若张批，你拢无回。伊点头，目睭无呢看我，应讲。我要互你确定知影，我的决定无变。哭气甲40冬前批内底共款，无张持，无怨叹，无后悔。阮母也甲我回信咧，讲伊耽误我，叫我甲你回批。这拢毋是啥人的错，无人毋对。我知，拢是机会碰拄枪，这就是人生本正的道理。实事伊迄阵有甲我回批，实事因老母早半冬过身，实事我慢半冬是在外美，实事迄点仔家路无破一窟，实事，这个无数限的实事，无张持才挖一挖，遐长一角。斗起来，正做咱行过即段弯弯蹺蹺的路。你问到一个真好的问题，就是讲吼，假使讲时间会当倒转去，即个男主角会选无共的决定无？我另外佫甲你加一个问题，就是讲，假使时间会佫倒转去，即个女主角会选无共的决定无？这两个问题会使来。假设来问看卖，我真心票吼。这个男主角的决定吼，我想在男主角迄个时阵吼，伊是感觉讲为这个查某囡仔来决定，因为迄个查某囡仔已经甲讲甲足清楚啊，讲你毋免阁等嘛，我要顾阮老母，已经甲讲甲足清楚啊，所以男主角的决定变做讲。会使讲提示就对啦，比如讲你查某囡仔决定就是安尼，我也袂当甲你强。这个查甫人落尾就是咧后悔，讲是毋是
这是敢若伊家己的借口，无搁较男子汉安尼，坐飞机就转去啊，啥货去甲跪啊，啥货。搁较趣味问题就是讲，即个查某囡仔若时间会倒转去，伊是毋是做无共的决定啦？即个我想是可能较容易决定啦。安怎呢？我就是讲，你若时间倒转去即个查某囡仔知影讲，因老母过3冬就过身去啊，可能即个查某囡仔会讲，你搁互我等1、2冬看情形。伊就较敢讲啦，伊毋敢讲是因为伊想讲因老母可能佫拖了，毋知要拖偌久啊，伊无爱害着即个查甫囡仔，所以即个查某囡仔，你若问即个共款问题，可能较容易回答。记忆晓出来，即个晓就是你拢做一个，后尾找时一项甲敲出来，甲显出来。无写是送囝去学做戏，这写是甲诗写，莫去学汉字白条咧，莫去学华语白条咧，跟诗蛇没有关系。到底是借口还是借口？其实华语拢有咧用，华语也有说借口、借钱的借，过来嘛讲凭借借借口，其实。用华语袂准，应该是毋是借你的喙，是凭借凭啊！这个借是借凭的意思，凭喙讲的。所以我较赞成讲借口。这篇故事内底有一个讲起来歹运的，不过真了不起的女性，甲一个讲起来较好运的，嘛真善良的男性。因互相体谅一段经过40年以上有缘无分的婚姻。故事讲为着要回来台湾投票选总统，因呢互相因信断绝43年的旧爱人啊，一个已经做阿嬷，一个做阿公，一个对美国，一个对加拿大，回来个台湾，无意中坐到同一帮高铁的列车。回来台南。本列车特别到台南站，火车慢落来，阮哋规人落车，做伙坐头几时热起来。到民族路公园路口，伊甲阮讲讲：伫遮落车。迄个大沟顶的旧桥原在伫遐，桥身有个所在，控骨里大角细角已经破去。迄个热人，我逐日伫遮等伊。对面无偌远，一大片悬架青绿的草埔，搁过去就是护理学校，甲伊实习的省立病院，已经起几啊栋直直的大楼，无以前的水样，嘛亲像变甲挖进来。古早才无啥过路人，阮摕带粗鲁的桥头，有时话讲袂煞，有时无话。热人大狗的臭水味为桥骹那人绳穿起来，拢着等落大雨才脏会清气。毋过这拢无关系，无计较，因为欢喜的满足若清水流，杂杂的路口。无事清净恬静的公园，即马大水沟已经盖起来，无闻到臭水味，也无听到水流声。阮徛遐面对面，直直无偌远的头前，就是青云的学校甲病院。烧落的风，软细一阵一阵，寥寥啊，伊伸手甲大顶帽仔烫落来，伊面的遐顶。一大撮蓬古的旗，车河流落来的霜，拿一尾肥肥乌倒红的稻滚。我心神，伸手
看看甲伊压活来，莫咧，伊烧落的身躯轻轻啊吹开，然后出力无声揽咧，比40档话台无法度放肆的感情更较安动动。我敢拢无错哈？敢真正拢无人毋对？记在目屎滴震断伊的头毛。阿嬷 ，Is Uncle Dan the bad guy? No, Angela. Uncle Dan is a very good person. 伊依然头到尾原谅我，我甲伊的帽仔递起哩。恭喜恁结婚40年。我一时想无话，凊彩应讲。阮看的嘛是好事。比2只镜头啊，互伊看，毋是自信后日选举成功，是甲伊表示我有2个保照婚，一个社会认定成功的，一个我家己少年创邦创胖见的。今仔日碰拄枪，佮吹着一个营养佮破气的女味，我捡起来收好好势。这是我的电话。写电话返互伊，伊毋收。我现在机会有影，就欠亲像今仔日有缘万里来相会。Angela, say goodbye to Uncle Dan. Bye, Uncle Dan. 伊看 Angela 行，迄褪色的身影，一晃一晃行离开我的世界心界。Goodbye, goodbye。我嘴来念，无张持，袂使听到我叫，额头过来握手。Angela 学伊的阿嬷握，顺风吹来古水的囡仔声咧问 Why are you crying again? 上尾啊吼，这节吼，落尾因讲再会了后，就是讲甲因相识了后，吼，这个阿嬷看伊的孙啊吼，美国生的这叫做安吉拉吼，看伊安尼行去，佮回头转来握手，迄个查某孙啊对因阿嬷额头过来咧握手，啊，甲因阿嬷问用英文问。但是我有顺风吹来，这问的话我有听到，就是讲，这个安吉拉咧问因阿嬷，你是安那过得好？啊，对我讲来，这个安吉拉问的话是咧问我，讲是安那我也得好，这个结局是安尼。人算不如天算啊！这就是造物作弄，因互相了解，无丢毒，无怨叹，无反悔，无辜负，无人毋对，无人亏欠。老去、远去，看会开，放会落，甘愿相信因缘，珍惜暂时的重逢
当作是现实中甲感情中双份的保障分。煞尾，咱做伙来读一段这个小说家陈雷伊描写一段让人感动佮唔甘的内容。烧落的风软细，一阵一阵，了了啊，伊伸手甲大顶帽啊烫落来。圆面的遐顶，一大撮放久的气，车祸流落来的伤，哪一尾肥肥乌倒红的豆滚，我深深伸手看看，甲伊压下来，蓦地，伊烧落的身躯轻轻啊拆开，然后出力无声呑咧，比40档话台无法度放下的感情，搁较安动动。哦，最后陈雷这段描写，咱看会出来，这是写现主事啊。虽然讲两个人命运创治，无缘做翁某，啊，毋过想要到40几档后，转来台湾，坐公班高铁，啊，搁坐公台客厅啊，转来过去，但人还不时伫遐见面的这个所在，无缘是无缘，啊，毋过最后这个画面，互感觉嘛不止啊感动人。暖暖站门口，咱来故事看万地。咱的台语文学广播剧是根据陈雷先生的第一篇小说来编作。小说的原作读起来是甚物款的滋味呢？节目上入去，咱会邀请老台语随时的台语社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读册班来分享因读小说原作的感想。大家平安，我是陈雷台语文学读册会的委良。青春的爱情散过去，人敢会安尼就散过去？阿公阿嬷敢会使搁恋爱一摆？无照得珍贵，就是经得起时间考验，愈活愈水。一个人敢会使冒两粒宝石呢？答案就是家己爱去找。爱情是啥物？咱看袂到，嘛闻袂到。有时伊是一把热火，甲咱头壳烧甲歹歹去。为着爱情牺牲性命，亲像罗密欧甲茱莉亚同款。有时伊是一阵冷风，毋望对方回批，却因信全无。爱情搁较安怎热，但无批是真绝望，就亲像冷风同款，甲爱情吹花去。故事中经过40档，无意中搁再拄着少年爱情，互咱想到传说中牛郎甲织女的故事。逐年旧历7月初7，伫空中相会。这对失散的爱情，若逐摆4年总统大选拢会当见一摆面，因就是咱台湾真人版的牛郎甲织女。浪漫爱情到老嘛阁新鲜永存，是人生难得阁珍贵的宝石爱情。暖暖站门口，咱的故事探万地。
海水，思念是远远的故乡。30年陪鸟在流浪，故乡啊，我的故乡，闻着是香香的花味，风吹是静静的故乡。一两丛莲雾在开花，故乡啊，我的故乡，踏着是青青的土地，希望是永远的故乡。每一遍心内在叫你，故乡，我永远的故乡。